嚟到第22週嘅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啊！今日喺將軍澳運動場有主場嘅李文迎戰傑志。大家要留心睇下啦，好快就有波入啊！今日係速度上嘅比拼，點解咁講？因為李文有艾華頓就出現。一開波2分鐘，呢個波睇下啦，一個 1-2 好簡單，用速度去完勝你，推埋去做件簡單嘅事，右腳抽個網頂，幫李文喺2分鐘領先1-0。好簡單直接嘅一個 1-2啊，就撕破咗你嘅防線。望一望中間冇人，選擇自己射啦。見到艾華頓，見到鄧達斯啊，完全係追唔到艾華頓啊！當然好開心啦，一眾後備球員咁快可以打開紀錄。但係傑志喺上半場其實唔係好多射門啊。呢度有祖連路其中一腳右腳嘅射門，俾嘉豪救出。呢邊艾華頓左腳賽後處，保利成一頂，好彩呢邊啊有泰利幫佢救住，未至於好早段失到第2球。呢邊見到頂中㗎啦，泰利都翻嚟封到個位啊！呢邊山球入完波到自由球啦，一下2下假嘅，第3下開埋去，王威嘅傳，呢邊入波嘅有道30分鐘幫李文拉開比數到2-0啊！見佢走入去完全冇人 mark 啊，好輕鬆頂成2-0。呢邊主教練朱兆基啊都振臂歡呼啊！上半場領先2球，係今日傑志進攻少而又入唔到波。呢邊嘉豪再一次嘅撲救啦。今日嘉豪唔係好多難嘅撲救啊，好多時都係一啲遠射射到好中佢嘅位置。呢球都要托一托啦，見嘉豪。呢邊自己跣腳，艾華頓再推埋去，對住你一個格一交一射，好簡單嘅戰術。今日李文就係用速度穩守突擊去贏你傑志。艾華頓對住艾利奧啦，左腳一推，見到中間空晒嘅入波嘅有佢安尼亞。舉起件衫，應該係隊長顏樂峰有受傷啦。呢邊入波又嚟啦，角球開出嚟，右腳一級，左腳一射，保利神擦眉底死晒角，點撲都冇得撲啊！呢個波2個字精彩啊！呢個角球戰術一定係練過㗎啦，擺2隻手交叉喺心口，全部人走晒入小禁區，就將個波撳出嚟。不過呢個波第一時間係撳遠咗嘅，不過保利神嘅調整得非常之好，右腳一級順晒腳，左腳一趟擦眉底死角入網，幫李文喺57分鐘領先到3-0。係57分鐘已經3-0啊！大家喺比賽前都諗住係一場好緊要嘅、好密切嘅比賽啦。但係今日李文一個穩守突擊，有好多嘅入波同好多嘅攻勢。呢度再一次艾華頓嘅速度，但係單刀俾呢邊泰利擋到。少有嘅射門，今次嘉豪就用腳撲出啦。如果唔係呢個波有一入嘅，啱腳尖擋到迪米魯夫嘅射門啊！呢度側入嚟轉到身啦，左腳戳埋去㗎啦。不過嘉豪仲有條門角幫佢頂住，令到李文今日可以保持清白之身啊！呢邊最後球證吹雞完場，今日竟然李文輕輕鬆鬆以穩守突擊擊敗傑志，4-0嘅比數係今日嘅最終比數。